方面度大家有看到，莫人去风采促成推动院半世纪以来青阳村嘅灾情，太麻里、金峰、太营、韩甲太武四个乡本太水袅袅，风灾过后都经过1年内，县政府特别地疏从清理开嘅太麻里乡太武村，举办了一场法会，除咗哀悼过世的人，咪安慰严重一条命嘅人，咪家业祈福。 重要嘅佛教仪式法会都虔诚嘅诵经诵读进行，无拉克风采都推动人嘅太麻里乡，造成13人高兴，还有2位执勤嘅警察失踪。各类因缘，人政府都实践发生嘅现场，期盼祈福法会，除咗超度受难者，来祈求强壮嘅悲剧唔好再发生咧。 因为豪雨成灾夺命的阴影，使得我终日惶恐不安，丧失了安全感。还好一路走来，有你们的爱心陪伴。发人感恩嘅心，验出本社会大众嘅心，是种警察去坚持嘅本样浪费人，上去劳工，还系当艰苦嘅留下目击。我想最不习惯就是每天都没有他的陪伴吧，因为平常我们等的就是他的下班时间啊。对啊，只要一下班回来就是陪小孩子玩耍。 青年模特嘅艰苦，当然唔记得对受难者嘅爱，也将会化作家人永久嘅事业。父亲对他们的爱，我不希望说他们遗忘了，所以其实无时无刻在家里，我都一直在提醒他说，爸爸是很爱他们的。即使爸爸走了，可是是很光荣的走。在后家人嘅冲击，很多持续进行，所在乎内心嘅创伤负面，很如肯亚创嘅内行，最重要嘅係，就算天危难測，對一片土地上嘅人，都應該表下殷天先天嘅我們，保障身邊嘅人，很如強調嘅自然自然，客家新聞搶盡，推動報。